一個帝國分裂成三，魏、蜀、吳三足鼎立，左右中國命運長達60年。三位雄主各據一方，誰也奈何唔到誰。呢個就係中國歷史上最傳奇嘅分裂時代。一場大火燒斷咗統一嘅夢想，赤壁之戰改寫咗整個中國嘅歷史走向。要明白三國點樣形成，我哋要先返去東漢末年。彼時皇帝年幼，朝政落入外戚同宦官手中，外戚同宦官輪流把持朝政，史稱戚宦相爭。地方豪強趁機坐大，中央威信江河日下。公元184年，黃巾之亂爆發，數十萬農民揭竿而起，東漢中央嘅權威已名存實亡。黃巾起義雖然最終被鎮壓，但各地武裝勢力趁機崛起，中央再無能力收回失去嘅權力。189年，董卓挾持少帝入京，廢立帝位，更火燒洛陽，中央政府徹底失控，天下大亂。洛陽大火象徵住大漢400年基業嘅崩潰，各地州牧豪強從此各自為政，各據一方。天下大亂之際，袁紹據河北，劉表據荊州，劉璋據益州，孫氏據江東，群雄並起。196年，曹操迎漢獻帝至許昌，挾天子以令諸侯，成功取得政治正統性，逐步統一北方。曹操唔單止係武將，更係政治家同思想家。佢推行屯田制，令中原在戰亂後迅速恢復生產。屯田制由196年開始推行，軍民共耕，解決咗大量流民問題，同時為日後征戰提供穩定糧食。公元200年，北方最大嘅決戰爆發，曹操以少敵多，面對袁紹嘅龐大軍隊，形勢萬分危急。曹操奇襲烏巢糧庫，一把火燒斷袁紹大軍嘅命脈，糧草盡失，袁軍軍心崩潰，大敗而逃。官渡之戰，曹操以弱勝強，徹底擊敗北方最強對手袁紹，奠定統一北方嘅基礎。統一北方之後，曹操目光轉向南方，佢率號稱80萬大軍南下，意圖一舉統一整個中國。面對曹軍壓境，孫權同劉備結成聯盟，兩位勢力截然不同嘅領袖，為了共同生存走埋一齊。東吳大都督周瑜年輕而睿智，受命統帥聯軍迎戰曹操。佢對江南水戰了如指掌。老將黃蓋自薦炸江，甘願受軍棍之苦以換取可信度，親率火船衝入曹軍艦隊。火船借助東南風，衝入曹操嘅水軍艦隊。頃刻間，連環戰船變成烈焰地獄，曹軍大亂。赤壁之戰，曹操大敗，80萬大軍灰飛煙滅，曹操狼狽不歸，從此再武力南進。赤壁之後，天下大勢基本奠定。曹操守北方，劉備得益州，孫權顧江東，三方形成相對均衡。公元220年，曹操之子曹丕逼漢獻帝禪讓，正式稱帝，建立曹魏，定都洛陽，東漢正式終結。221年，劉備喺成都稱帝，國號漢，史稱蜀漢，自稱繼承漢室正統，與曹魏分庭抗禮。229年，孫權喺武昌稱帝，國號吳，其後遷都建業，即今日南京，三足鼎立正式形成。三國嘅地理分布非常清晰，曹魏控制中原北方，蜀漢佔據益州西南，東吳坐擁長江中下游。曹魏控制中原，地盤最大，人口最多，農業基礎最厚，係三國當中綜合實力最強嘅政權。蜀漢憑藉益州嘅天然山險，劍閣險道一夫當關，萬夫莫開，外敵難入，形成天然防線。東吳有長江天險為屏障，水軍精銳。
曹操嘅北方騎兵無法跨越江南水域，東吳因此得以自保。諸葛亮自述注重農業水利，善用都江堰灌溉益州平原，發展屬錦織造，出口他國換取資源。益州素有天府之國之稱，物產豐富，農業自足，令蜀漢能夠長期維持獨立政權而唔需依賴外援。東吳積極開發江南，發展農業、水利同造船業，戰船技術領先，同時為日後江南經濟崛起奠下基礎。三國鼎立嘅形成，可以從政治、軍事、經濟、地理四個維度去分析。四維框架係搭好呢道題嘅核心。首先係政治原因，東漢自和帝起，戚患相爭持續惡化，地方豪強坐大，中央威信徹底崩潰。官渡之戰係第二個關鍵軍事原因，曹操火燒烏巢，以弱勝強，奠定北方統一基礎，此乃軍事奇才嘅體現。赤壁之戰係更大嘅轉折點，呢一仗阻止咗曹操統一全國，令三方軍力相對均衡，無人能夠獨霸天下。第三係經濟原因，曹魏屯田制，蜀漢天府農業，東吳江南開發，三方各有獨立經濟支柱，唔需依賴對方。第四係地理原因，長江天險，益州山險，中原平原，三地各有天然屏障，令任何一方都難以吞併另外兩方。諸葛亮深知蜀漢國力有限，多次發動北伐，意圖恢復漢室，但地形所限，5次北伐均以失敗告終。地理係一把雙刃劍，益州山險保護蜀漢唔受侵略，但同樣令蜀漢大軍難以出擊，攻守皆受地形制約。諸葛亮嘅《出師表》至今仍係中國文學史上嘅瑰寶，字字句句流露出對國家嘅赤誠忠心。三國時期唔單止係政治分裂期，仲係文化繁榮嘅時代。曹氏父子嘅建安文學影響深遠。歷史學家陳壽所著《三國志》係研究三國最重要嘅史料，係正史而非小說，考試引用要分清楚。同學最常犯嘅錯誤係將軍閥割據同正式三國混淆。軍閥割據由189年起，正式三國由220年開始，要分清楚。另一個錯誤，唔可以引用《三國演義》做史實。桃園結義、草船借箭、空城計，全部係小說虛構嘅故事。答12分題要有結構，引言交代背景同論點，4個主體段分析政、軍、經、地，總結帶出歷史意義。公元263年，司馬昭遣軍伐蜀，劉禪投降，蜀漢首先滅亡，三國之中最先走入歷史。265年，司馬炎逼魏元帝禪讓，建立晉朝，西晉。曾經最強嘅曹魏就此壽終正寢。280年，西晉發動滅吳之戰，孫皓投降，東吳滅亡，三國鼎立嘅局面正式畫上句號。280年，西晉完成統一，60年三國鼎立，正應驗咗分久必合嘅歷史規律。三國時期嘅制度創新影響深遠。曹魏建立嘅九品中正制，主導魏晉南北朝嘅官員選拔長達400年。東吳對江南嘅開發，為日後中國經濟重心南移奠下基礎，影響一直延續至唐宋時代。蜀錦遠銷他國，係蜀漢重要嘅出口商品同外交工具。諸葛亮自述注重手工業發展，令經濟保持穩定。記住，曹魏220至265年，蜀漢221至263年，東吳229至280年。呢啲年份係考試必考嘅，答題時要注意，本題要求分析，唔係描述，必須有因果推理，唔係單純羅列事件時序。三國之間嘅關係唔係靜止嘅，而係充滿動態競爭、軍事對抗、
外交結盟與背叛同時並存，構成複雜局面。答12分題最高分技巧，引言同結論都要有清晰論點，唔好頭尾散漫，結論要帶出歷史深遠影響。三國嘅歷史告訴我哋，分裂始終係過渡性局面，政治、軍事、經濟、地理4因素缺一不可，共同維持着那段特殊平衡。三國時期雖然戰亂頻繁，但文化卻異常繁盛。建安文學、三國志、歷史著作都係呢個時代嘅文化瑰寶。三國時期仲促進咗民族融合，蜀漢與西南少數民族交流，東吳與山越融合，曹魏與北方游牧民族往來。記住4維框架：政治、軍事、經濟、地理，每個維度3分，共12分。引言結論各佔論述分。280年西晉統一，標誌住三國時代嘅終結。呢60年嘅分裂，深刻塑造咗中國後世嘅政治制度同文化面貌。三國鼎立嘅故事提醒我哋，一個時代嘅形成從來唔係單一原因，而係政治、軍事、經濟、地理多力合力嘅結果。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三國嘅歷史係中華文明長河中最璀璨嘅60年。記住佢，理解佢，運用佢。今日我哋要講嘅係中國歷史上其中一個最波瀾壯闊嘅時代——三國鼎立。由公元220年至280年，整整60年，魏、蜀、吳三個政權鼎足而立，改寫咗中國歷史嘅面貌。三國嘅故事唔係突然發生嘅，由184年黃巾之亂開始，東漢一步一步走向崩潰。189年董卓火燒洛陽，係中央徹底失控嘅標誌。跟住官渡、赤壁兩場大戰，最終造就咗魏蜀吳三國並立嘅局面。三個政權，三塊截然不同嘅土地。曹魏坐擁中原，人口最多，底子最厚；蜀漢偏居西南益州，山多路險；東吳則依靠長江，水軍天下無敵。地理分割係三國鼎立嘅天然基礎。三國鼎立嘅根源係東漢中央嘅徹底崩潰。戚患相爭幾十年，地方豪強早已羽翼豐滿。184年黃巾之亂一爆，東漢已係名存實亡。189年董卓火燒洛陽，係中央最後一口氣都散咗。兩場大戰直接決定咗中國嘅命運。200年官渡之戰，曹操奇襲烏巢梁庫，一戰定北方。208年赤壁之戰，周瑜黃蓋火燒曹操艦隊，令曹操從此再無能力南下。三國鼎立嘅軍事格局就咁確立咗。三國能夠鼎立60年，係因為三方各有獨立經濟支撐，唔需依賴對方。加上長江天險，劍閣險道各自守護各國，任何一方都難以單獨吞併另外兩個，分裂格局就咁維持咗下去。呢幾個術語係答題必用嘅：屯田制、挾天子以令諸侯、九品中正制。DSE 考官最中意睇你識唔識用呢啲具體概念嚟支持你嘅論點，記住唔好背咗定義之後唔識運用。60年鼎立，終有終結嘅一日。263年蜀漢先亡，265年曹魏被司馬炎取代，建立西晉。280年西晉滅東吳，中國再次統一。三國鼎立係分裂嘅過渡期，但佢對中國後世政治制度同文化嘅影響，卻係深遠而持久嘅。記住呢個4維分析框架：政治、軍事、經濟、地理4個角度缺一不可。仲有好重要嘅一點，《三國演義》係小說，唔係正史。草船借箭、空城計唔可以入答卷。考 DSE 一定要引用《三國志》、《後漢書》等正史嘅史料。第一題：三國鼎立局面正式形成係哪一年？題目特別提示要以3個政權同時並立為標準。
四個選項分別係184年、208年、220年同229年。諗清楚先答。答案係選項 D， 公元229年。好多同學會揀選項 C， 以為曹丕稱帝就係三國開始，但係嗰時孫權仲未稱帝，唔係三足，只係兩足。一定要等到229年孫權稱帝，先係三個政權齊備，三國鼎立正式成立。第二題，哪一場戰役被視為阻止曹操統一中國嘅關鍵？四個選項：官渡之戰、赤壁之戰、夷陵之戰、五丈原之戰。每場戰役都有唔同嘅歷史意義，要分清楚先答得啱。答案係選項 B， 赤壁之戰。呢題最關鍵係分清楚官渡同赤壁嘅角色。官渡係曹操贏，幫佢統一北方；赤壁係曹操輸，令佢再無能力南下。一個係助力統一，一個係阻止統一，方向完全相反，唔好搞亂。第三題，挾天子以令諸侯，呢個係東漢末年其中一個最厲害嘅政治手腕。邊個提出並執行咗呢個策略？係袁紹、曹操、劉備，定係孫策？答案係選項 B， 曹操。196年曹操迎漢獻帝至許昌，從此任何反對佢嘅人都係反叛漢室。值得注意係，袁紹其實都有機會咁做，但佢唔聽謀士崔壽嘅建議，拒絕咗。呢個係袁紹嘅重大政治失誤，亦係佢最終敗給曹操嘅原因之一。呢題係9分嘅短答題，分3小題，各佔3分。要求大家簡述魏、蜀、吳三國各自嘅地理範圍同主要天險。答題時切記要有具體地名同天險名稱，唔好淨係講北方、南方呢啲空泛嘅字眼。曹魏嘅部分重點係中原平原同長江嘅相近性質。中原平原有利騎兵同農業，係曹魏嘅優勢，但南下要過長江，赤壁一敗，曹操從此冇能力再南進。答題要同時講優勢同限制，先可以攞足3分。蜀漢嘅重點係地理嘅相近性質，劍閣險道係蜀漢嘅保護神，令外敵難以入侵，但同一條險道亦令諸葛亮5次北伐都受到地形限制。答題一定要同時指出呢個矛盾，先係深度分析，唔係淨係講易守難攻就算。東吳嘅答案，長江天險係核心，但唔可以淨係講長江，要同水軍精銳一起講，因為天險要配合軍事能力先係完整嘅國防條件。同時要指出，長江令曹操南下唔到，但東吳亦因此北上唔到中原，係互相制衡，唔係單方面嘅優勢。呢題係14分嘅史料分析題，係 DSE 嘅重點題型。兩段史料分別出自《三國志·武帝紀》同《三國志·周瑜傳》，係正史記載，唔係《三國演義》。3小題由淺入深，甲題3分，乙題4分，丙題7分。仔細睇史料先作答，仔細閱讀呢兩段史料。史料一記載官渡之戰，重點係中期兵擊頃等同少眾大潰。史料二記載赤壁之戰，重點係船艦首尾相接，挫敵夫柴，東南風急，燒盡北船。呢啲細節係答題嘅關鍵，要逐點引用。甲題3分，要從史料一揾出3個層次：戰術名稱、奇兵奇襲、具體行動、攻打烏巢糧庫，以及後果，少眾大潰。唔係淨係複述史料，要有因果分析。正係因為截斷咗補給線，援軍先會大潰。呢個因果推理先係攞分關鍵。乙題4分，對應4個戰術要點：火攻、炸降、利用連船弱點、借東南風。呢4點史料2都有明確記載，逐點引用原文再解釋，4分穩拿。特別注意東南風急係史料原文，唔係《三國演義》嘅諸葛亮借東風，係天時，唔係神功。
記住唔好混淆正史同小說。丙題7分係呢題嘅重心，唔好淨係描述兩場戰役嘅過程，要分析佢哋對三國鼎立嘅影響。記住三個分析層次：軍事軍勢、地理格局劃定、戰術創新延長軍勢。仲有最重要一點，唔好引用《三國演義》。史料意義明確記載係正史，東南風係天時，唔係諸葛亮法術。答案要用正史角度分析。